副部長。而家有請民眾安全服務隊少年團首席參事宜何兆祥先生，授旗予民眾安全服務隊少年團代表團團長。多謝何先生。現在有請香港少年領袖團理事會理事陳浩然少校，授旗予香港少年領袖團代表團團長。有請陳少校，請鍾志勤少校接受。多謝陳少校。現在有請交流團團長致送紀念品俾今日嘅主禮嘉賓。有請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九龍工作部何靖副部長接受。